響影迷公主陳寶珠隔籬幾俏麗嗰個妹妹仔係邊個嚟㗎？原名黎小斌，1967年以16歲之齡用藝名深深參加一間夜總會舉辦嘅歌唱比賽，奪得香港歌后。當年加入翡翠台綜藝節目《歡樂今宵》EYT， 1至5晚都見到佢㗎。佢最為人樂道嘅係1969年響 EYT 度借 OK 手勢賣香港電視週刊廣告。最新一期香港電視出版咗啦，每本只賣3毫子啫。最新一期香港電視出版咗啦，每本只賣3毫子啫。由嗰時開始，深深就俾人叫咗做3毫子小姐。1970年4月9號，李小龍由美國返香港，隨即上 EYT 接受喇沙校友許冠文訪問，而呢次亦都係佢歷史性第一次上 EYT， 露兩手梗係唔少得啦。表演完之後，深深即刻入後台揾小龍，好似有啲嘢傾咁喎。究竟佢同小龍講啲咩啦？教我截拳道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學得好，我捧佢做打女都仲得。招牌側踢梗要學啦，飛踢咁高階，等我第日有時間先教你啦。1970年4月21號，香港電視週刊就有詳細報道小龍早前響 EYT 做嗰個訪問，當中提到深深好仰慕小龍嘅武術造詣，於是想拜佢為師。小龍俾佢嘅誠意打動，但係因為好忙，所以只係約咗個時間教咗佢一啲基本功夫。不過據講深深之後都好俾心機練習，細估唔到嗰次教授原來係最後一次。話講翻轉頭，一直傳深深個 family 同小龍屋企係世交，其實當事人從冇公開確認過呢個關係。小龍同深深頭一次相遇就係佢第一次上 EYT 嗰次。1976年，小龍死後3年，無線安排佢細佬李振輝、賈思樂同深深班班兩姊妹合組樂隊四樂士。李振輝同深深就因為呢個合作機會而共度愛河，仲結為夫婦，可惜最後離婚收場。近年有人借李振輝同深深過往嘅關係，以及小龍同深深屋企人幾張合照，就喺度作嘢，先至搞出單咁嘅傳聞啫。I Cantonese 愛廣東話，粵語保育及傳承。如果覺得內容啱睇嘅 ，subscribe